咱来看台南市玉井山野是真出名，最近嘛特别大出咯。农民是真烦恼讲哦，会有贼头来偷板。玉井分局对6月开始哦，规划8个路线45个巡逻点，要来保护农民的财产。警车分别去规划好的8条路线巡逻，若拄到奇怪代志，就会随了解状况，假日也无停困。台南玉井上出名的果子就是山野，也因为安尼较顾到贼头。为着要防止农民的果子互偷板去，玉井分局特别规划好果子专案。那今年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少，所以产量减少，价格上升。那所以我们针对辖区的这个水果易招窃的地点，去综合规划了这个护果专案的勤务。那总共分为4区8县，总共45个巡签点。那我们假日也有动员内勤的支援警力来加强巡逻。好果子专案是对6月开始，直到7月底大出的时，因为果子园真阔，为着要防贼仔，警方除了派人巡逻，也会甲农民宣导爱伫果子园内底设监视器，感应照明电火，贼仔才会唔敢入去。农民讲，警察斗巡逻，贼仔真是有较少。若迄要做菜的山野好啦，像旧年人迄个落来人嘛是。规区拢总啊拼了，景气较歹吼，就拢有即款情形。有咧巡有差，你若无咧巡哦，伊就真啊迄落。安尼袂歹啊，拄对啊巡者有差啊。玉井分局的好果子专案已经做过6年啊，警方除了会去调查各区果子园规划巡逻路线，也会甲农民安全防贼仔，保障因家己财产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